你有冇試過想開始投資，但一打開股票 App， 見到幾千隻股票，完全唔知買邊隻，買一隻又驚買錯，唔買又驚錯過成個升市。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先認識一樣工具，叫做 ETF。ETF 全名係交易所買賣基金，簡單講就係一個可以好似股票咁買賣嘅基金。你可以將 ETF 想象成一個投資籃，入面可能裝住幾十隻、幾百隻，甚至更多股票或者債券。所以你買一隻 ETF 其實唔係只押住一間公司，而係一次過買入一籃子資產。對新手嚟講 ，ETF 最大好處係分散，因為你唔需要搏邊間公司一定贏，而係用一隻 ETF 去跟住一個市場、一個指數或者一個投資主題。例如有人會用 ETF 去投資美股、大市、港股指數、債券，甚至收息資產。不過要記住 ，ETF 唔係保證賺錢，市場跌 ，ETF 一樣會跌。入面資產有風險 ，ETF 都會有風險，所以買之前都要睇清楚佢追蹤咩，收費幾多，派息定累積，以及自己可唔可以承受波動。所以 ETF 可以理解為一種比較簡單、分散而且適合長期累積嘅投資工具。如果你覺得選股太難 ，ETF 未必係唯一答案，但可以係一個值得先學懂嘅起點。投資唔一定要一開始就追求複雜，最重要係先理解再行動。